你犹原听阮，特别主伫每一个时刻，你拢应允甲阮伫地。伫阮每一日，主你用你的听、你的主爱来充满阮，互阮一生会当伫你的祝福内面，互阮有伫你的同在内面。主愿阮一生来献互你，愿阮一生来面对你。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伫你面前。愿安尼恳求、阿乐、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犹原徛地，做伙来祈祷，保守阮、看顾阮，搁赐福予阮的主。你是阮出入的主，你也是固守阮的主。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的名称作公义，你的名又搁称作是信实。你听阮每一个人到遐尼深，替阮必定受死，留你的保护，赎回阮的罪。因为你，当阮才会当徛伫你的宝座前。来敬拜服侍你，主，阮献上阮深深的感谢。阮一生也拢要了你做阮的关台，阮的保卫师。阮要跟对你，爱你，爱阮的主。阮要来你来认阮的罪，恳求你原谅阮迄个犹原无够额的信心，甲无够水的疼心，赦免阮对人的论断指责，也原谅阮时常我靠家己，大滴信靠主，听即个世间较赢听上帝。主原谅阮，圣灵也求你时常教示阮，指正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常常读经祈祷，甲上帝你建立水搁好的关系，行上帝的道路，做荣耀主利益的人的事。深深的主，我若要主你来恳求。求主你眷顾阮的国家、阮的社会，甲阮的执政者、掌权的，互台湾这个土地是一个行公义、好人民的所在。阮的教会、桃园迦南教会，感谢主，你已经伫转动阮，杀阮的心，甲阮的骹向前行。阮第一场礼拜的进化，儿少牧区礼拜的成立，搁有即马。连续过了礼拜的属灵家长训练，每礼拜拢有100外个人来愿意来献上因，来诚做主要来使用。过来，阮的领袖训练5月份，阮有一个首宗音乐会。主，阮为着这，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已经伫杀阮进前咯。求主你继续扩张阮每一个阮教会的地界。
转化阮每一个信徒的目界。圣神火热的灵，传福音的灵，就伫阮的教会内面四界运行。降落伫阮的教会，牧者、游牧师、甲老传道，阮的长老、阮的执事、区长、小组长，甲徛伫你宝座前的每一个信徒的心上，互阮有火热好胆的心甲行动，愿意来做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圣灵也伫阮的心做工，催逼阮每一个人，定阮身边袂捌伫你的亲人、朋友、厝边，也是同事来传福音。互阮就是一个大众来传福音的工人甲器具。主使用阮，主求你使用阮，互阮愿意为主你来做见证，也使用阮今日伫文昌公园的医疗服侍，甲周六礼拜的夏令营的筹备会，阁有阮教会妇女团契，主愿求主你来带领甲祝福。你的今日徛伫遮，勇敢大声对你所讲的祈祷，也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感谢，阿免。阿免。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咱来启应文第18，也就是对诗篇67篇内的启应文第18。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这声，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献诗，咱来请长笛团因来献诗。
咱做伙来看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5节、28节到36节。圣经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5节。现着我来读。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舍，名以马五，离耶路撒冷25里。因三甲谈论所经过隆重的事，因伫谈论三问的时，耶稣本身近我，甲因三甲行。28节，将近所去的乡舍，耶稣亲像要行较远，2人强留伊讲，请甲阮住，时已经晚，日要落啦，伊就去，要甲因住。三角坐倒的时，耶稣摕饼祝谢，拨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连边无阁看见。因就三角讲：落日，伊甲咱讲话，开拆圣经的时，咱的心敢无热吗？就即时起身，就去耶路撒冷，拄着在一个学生甲当地的人聚集，得讲。主果然国活，也出现，互西门看见。35节，因2人也讲起伫路里所拄着的事，甲伫擘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因伫讲这个话的时，耶稣本身徛伫因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正道，咱要请咱本教会老传道要来。讲到伊的题目是“行往生命的路”。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传道的毕业的讲道因为是我做传道上尾一遍讲道是无久的传道，所以请掌握机会这做叫传道日子无久啦所以掌握叫传道的时间我常常讲，传道就是什么？随传随到毋是无法度，我有可能有他人无法度教，总是我随传随到说，上帝十字架会疼，上帝搁我会大关联当礼拜有一天这个拜三暗时阮也现落开车载我去摕这个牧师服。大概2月底咱由牧师就真体贴讲，提醒我讲你较紧去做牧师服，因为牧师服爱去香港订即个布料，再过来做安尼我就去摕安尼，哇，介重啦贵重啥啦，付偌济钱咋？14000块我毋捌穿过遐贵的衫毋是一丝尔啦佫有大礼服。穿落去毋但真贵重尔安那少分量的迄布毋知是安怎足重的到底是肩胛头较重呢这个责任和重担的已经更重的，也是这个布真重安尼所以阮摕了衫了后，就对明星东路遐兴旺爱这个做衫的所在开车开到树林，一路10几分钟。阮2个咧车内拢无讲话，无讲话有2种，甲思思共款头一种就是冤家啦，迄天无冤家。第2种咧，哎呀，心头安那沉重啦真了解心头真沉重。到厝的门口停落来2个小看，像是讲一句话，啥物话？太安尼。是安怎讲？因为穿起来安那真下输，总是安那真老成要搁加18岁真困难真嘛加起来就是88岁的型所以咱人生中间有真侪期待，甲事实安那差足侪。今仔日的经文咱就看见2个对主的温度，毋是迄12个内面的。因心内嘛真沉重，因为因所期待的甲事实安那差足侪，所以有人讲，心理学家讲，预期的怎样
跟事实的如果差距太大，特别预期的太高，这个事实安尼较低，这是人生的悲剧。咱今仔就要看，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人生一个行一个生命的路，是胜利的路，是安那无输的路呢？无输是啥？无输嘛，无输啊，谁无输？主无输。咱的主甲遮的魔鬼撒旦征战，无输啦，较赢，敢好？咱敢要无输的人生？阿门哈！所以咱就知，咱无输是因为咱拢毋是做无输，总是咱无输，因为咱的耶稣伫十字架顶替咱死，虽然肉体看起来是死，总是伊无输，伊赢过即个罪恶。赢过死亡的关系，伊为咱死，咱才有法度重新过来，而且伊佫告我，顶礼拜牧师有讲，就是告我这空的坟墓，互咱有望，因为咱所信靠耶稣为咱死，总是伊啊若第三日告我，就是伊有这个大权能，咱才信伊的人，甲伊要同死，要同告我，要行生命的路。是活泼的，行是喜乐的。虽然人生真侪失望，甚至绝望，总是有主甲咱伫地，咱要行生命的路。咱三甲来祈祷。阿爸，阮感谢你，你为阮死，阮要为你活。总是为你活的这条路，有通是阮的失望，甚至阮绝望，因为哪会甲阮想的无共款。他的代志会安尼，主啊，阮唯一会当确信的是主，你永远要甲阮伫地，而且你是国外的主，主啊，你已经赢过一切，而且主，因为你替阮死，阮无搁真侪劳累，主，阮毋是罪的劳累，主，阮有新的生命，阮有国外新的生命甲快乐，恳求圣神你来启示阮，互阮开阮的心窍。互阮听了你的话语，会当去明白，搁去行出来，成做阮生命中行生命的路的力量甲勇气。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经文一开始就来讲到耶稣因两个门徒因行以马忤的路上。因为因即个所在伫离耶路撒冷差不多25公里，伫即个路的顶上，因来谈论因心中的失望，就是因本来离开3年外前，因离开家己原来的工作，放弃来军队主耶稣，因甲所有的人生的望，拢放伫主耶稣的心上，总是3工前，主耶稣已经死伫十字架顶，因感觉因的望拢无去就亲像气球消风去一样。这个是两个行伫的路，骹步哪行哪沉重。看伫因面上，搁较免讲，是忧愁搁忧愁。因为虽然因听讲，敢若有妇女去甲坟墓是空的，总是因敢若袂明白，主捌预言讲伊要搁对死搁活，因无安尼会了解，所以因感觉对未来无目标、无望。因感觉耶稣无会使搁做因的拯救者，无法度搁做王，无法度带因来一个赢过罗马的政府。因毋知因未来要安怎来过，兄弟姊妹，咱敢捌失望到一个程度，感觉人生真绝望，无搁有目标。咱敢捌期待，却是失望。有人是工作，有人是伫找囡仔的身上，底甲真失望；有人是伫婚姻上。敢若我希望结婚了后过王子跟公主的生活，总是他会安尼，他的事实敢若毋是安尼咧。当咱失望的时阵，咱是毋是会搁
行一个老我的路，行过去的路吗？咱看到今仔经文，这个人物叫做哥留巴，革留巴，甲伊的同伴，伫圣经中间并无写伊的同伴叫做啥物名，敢若讲因两人相招、失望、艰苦，因的主无去啊，因行伫一个伊玛五的路上。兄弟姊妹，当咱行伫失望的路上，咱敢有即个同伴？经文中间真奇妙，伫即个所在无写伊同伴啥物名，就是即个名要写啥的名？你甲我的名。你甲我的名，即马是毋是共款伫绝望无远茫的人生中间？今仔日，主耶稣要邀请你甲哥留巴斗阵来行即条路，伊玛五的路。伊玛五是啥物意思呢？咱就来看。当迄日学生中两个人要去乡下，名做伊玛五。即个离耶路撒冷25里的所在，当因行的时阵，因知伊玛五会使讲是一个名，伊原来的名号做温泉，温泉乡。当咱拄着真恶淡长的代志，绝望的时阵，咱拢会想着安那？有一个温泉乡，有一个互我闪避的所在，迄个所在咱定定讲，来啦，不如归去，回家吧。真侪朋友伫美国读册留学做工课，当因去互一个day off 去互迄个节之前的时阵，因头一个想着讲安那？转来台湾好啊。遮，互咱感觉敢若温泉，互咱敢若会使放轻松，互咱会当疏解咱的情绪。总是回家跟回家南教会家有差无？有哦，差足济哦。你回你老家，你可能敢若情绪会当疏解，你会使好好啊困一下尔。总是敢有办法。但是你若回迦南教会家，请问迦南是啥物意思？老米甲啥物？你的所在，这个所在好无？赞！你要回你的老本家，还是你要回祝福的迦南教会回家？兄弟姊妹，当咱若咧失望的时阵，主应允咱有同伴，甲咱斗阵。教会足侪兄弟姊妹，通好咱敲一个电话。嘛会使敲随传随到，虽然后边毋是叫传到，共款有效哈，永远有效。敲电话互无输的，上帝无输，毋是我无输，无输，咱就来斗阵行即条路，毋是干那有同伴甲你行，两个尔毋是，即个是路人甲行入来啊，迄个人是啥？经文讲安那？因咧谈论三问的时。耶稣本身滚活，甲因三角行。耶稣主动滚活，甲因三角行。兄弟姊妹，当咱咧关心咱的兄弟姊妹，咱斗阵三体系、三同陪伴，毋是干那咱尔，是咱的主安那主动亲身本身滚活，甲咱三角行，行即条什么路？即条阮一个悲伤，总是伫悲伤了后，主要安那带咱行生命的路。所以，伫咱伤心绝望的路了后咧，就亲像毋是干那即两个温度。咱看到彼得嘛共款，虽然彼得敢若有看到空坟墓、空的坟墓，总是伊心也是安那感觉无啥爱心。讲敢真呢？感觉讲对哦，即个耶稣敢若有讲属灵平安，总是到尾因也是转去老本行，伊咧做啥？西门彼得创啥？掠鱼啊！虽然耶稣顾我，总是嘛是安尼尔，行，我来掠鱼，我来讨海。彼得甲因讲，我要去讨海，甲因讲，甲因遐的一个门徒，遐个门徒讲，阮嘛缀你去。兄弟姊妹，当咱的兄弟姊妹失志的时阵，
咱有三体系，咱是要改去，也是咱改去了后，咱会当互伊行一个生命的路，无事的路吗？因去，即阴暗拢无掠着鱼，干那当耶稣出现伫海内面，甲因讲，甲网仔拍远一边。当因拍对即边时，就掠真济的鱼，甚至甲即个岸边，因心内就清楚，即个是啥人？搁活的主。即是搁活的主，知影伤心绝望，而且搁转去老本行，搁行老路的人，安那，互因一个机会悔改反转。所以耶稣甲彼得问因讲，甲伊讲安那，讲你疼我较赢家的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应讲有机会，搁一遍回应主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主讲：若是安尼，饲我的羊啊。主搁一遍互西门机会，互伊3遍的机会讲：你听我较赢者的吗？咱要应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就甲伊讲：饲我的羊啊。咱的主伫咱生命中间，咱会行着一个失望、绝望的路，总是主甲咱三甲行了后，毋是安尼尔，伊要安那，互咱的生命得到反转，互咱的生命会当安那咸鱼平生，互咱的生命无甲共款。因为圣经内面有应允，圣经内面有3个以字辈，头一个伊应允咱安那。以马内利，主与我们同在，阿门吗？感谢主。第二个英文安那，以便以谢，咱导引来读。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阿门。有这2个英文，哇，真够呀！上帝甲咱伫底，到如今，耶和华拢要帮助咱。虽然咱会失望，咱会行伫以马我的路上，会有通是失望啊！哪会安尼？哪会甲咱想的无共？哪会敢毋是讲，即个阮囝来教会，伊就会改变啊？哪会拢无啦？哪会拢无改变啦？当咱失望的时阵，来到主面前，主要互咱有愿望，互咱会当安那，会当搁一遍。互主来引带，伊会互咱对即个失望中间，搁一遍得到快乐。当咱就想要来想，是安怎伫经文中间，即个2个学生，因拢即个耶稣伊甲当做啥？路人甲。是安怎？因对主3年外毋捌上耶稣。圣经内面讲安那，因的信心伤过安那，伤过钝啦，因无相信所看的，甚至无相信听见即个妇女伫即个空的坟墓所讲见证的，搁有遮面温度所看见的经历，因感觉真奇怪、真困扰。甚至耶稣早就有预言，伊要启示。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太遐安那恶心啦，太遐恶心。太无法度信，兄弟姊妹，太主国外已经有人看见，嘛有听讲，总是伊徛伫咱边啊，咱还阁无认出伊，因为咱的信心太知影，哈尼恶心，是安那恶心，咱就来看是啥物原因？是因为咱以掠家己最忠心的期待，咱就是安那，外靠迄无事的主吼，咱就会飘撇吼。衫穿落就安那，就红浆红浆啊！毋是，咱就安那感觉讲哇，咱敢若事实，甲咱无共款。主啊，伫遮经文讲，主啊，你伫即个时要将国即个复兴起来吗？以色列要即个时阵要阁复国起来吗？是毋是即个时？即个时？即个时？咱总是甲上帝安那下指导棋，自以为持续安尼。兄弟姊妹讲。
啊，主任牧师来，毋是讲这个属灵家长今仔日上第6遍的啊，太安尼尔。啊，敢毋是咱教会已经要后礼拜1000人啊？兄弟姊妹，敢安尼？咱是歹谦卑讲主啊，是你的事。阮即马备办就好，阮属灵家长上完，过个一个月，咱要属家长迄个小组长啊来上的课。过来，咱拢备办好的时阵，上帝使教，甲咱教会就要安那复兴了。阿免吗？阿免。主的事毋是咱的事，咱只要回应上帝，讲安那，主，阮愿意，你的事，阮愿意来准备，随时准备家己。啊，搁另外一个是安那因的信，较会较恶信，甲耶稣基督当作啥？民间的宗教来信，就是讲哦，我安那有应公有应婆，我若来甲你做礼拜安那，你就爱互我。啥物？食穿无问题，借钱毋免还。吼、啊，阮的学生的爸母我拄有讲，啊，太阮的囡仔来拢成绩拢无第1名啦。兄弟姊妹，咱若是干那看今仔日，咱的成就，看目睭前今仔日的宝贝，今天的宝贝，这字要安怎写？金，再搁一个贝，这字安怎写？贪。咱若干那贪今仔日，咱所看的无看未来，干那看我今仔日有好啊歹，啊而且这好啊歹以我自我为中心哦，时间佫毋是上帝的哦。主啊，这个是明仔载，奉你的名就即马就明仔载，毋是。咱若是安尼，这叫做民间宗教。咱的耶稣基督毋是干那互咱食的，互咱佫较远的死了后，咱的灵魂不会灭，我们死之后的那个永生的盼望，咱毋是干那用死以后造化的享受永生的愿望，毋是，是咱即马就会当活伫将来的愿望、将来的胜利中间，阿妹吗？虽然行伫以马五的路，有真侪失望，有真侪感觉讲，太安尼，太这代志拢袂好势，啊，我爱甲你来礼拜啊，兄弟姊妹，咱捌安尼无？毋捌，感谢主。咱若有兄弟姊妹安尼，咱就爱甲伊鼓励，来陪伴他。咱嘛知，咱陪伴伊，倾听他，毋是干那咱。上个礼拜，耶稣甲咱斗阵，咱3人行就必有什么？就必有牧师袂输，无输啦。因为咱的主是赢的上帝，所以咱毋通甲耶稣基督做民间的信仰，安尼你会足失望的。好，咱头三甲来读一句话，请。既然做囝就做护士，就是上帝的护士，甲基督同做护士。咱若甲伊同受苦，是要互咱甲伊同荣光。阿免。所以咱的基督徒，咱对主的人，一定会受苦。请咱爱有备办。因为咱若要得到荣光，咱就要受苦。就亲像奥林匹克的选手，未去比赛以前，因每一天拢爱受苦，总是因的受苦是有愿望、有目的的，知影将来要甲主有得到这个荣光。安尼，咱就袂真恶心。安尼，咱就知咱的主是时时甲咱伫地。咱嘛看见彼得啊，吼。伊伫个第1次期中考前，这个回答得很好啊。因为耶稣问遐学生讲：“恁讲我是谁啊？”彼得安怎讲？哇，你是安那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哎呀，期中考100分，这个经文讲你答得不错，我就是弥赛亚，总是我要受死，要定死。彼得随看耶稣的手，这鼻讲：“主啊，千万唔通啊，这个决断无要到伫你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伊期末考了0分，所以伊尾啊嘛3遍无认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原咱的信仰是徛牢伫主，咱要甲主同死同过活，咱毋是主亲像相信民间宗教。我的老师讲，若是敢若相信今生叫民间宗教，亲像若基督教，
咱要看到永生，毋是敢若现在这号做高等宗教。听兄弟姊妹，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高等的宗教。安尼，咱才知影讲，咱要拄着什么代志的时阵，咱就无抵到安那，无抵到绝望，无抵到无愿望。就像经文讲的，就是有人已经过往啊，已经定伫十字架顶，相信伊的人要安那过活。所以，咱的主透过这个经文，甲咱讲兄弟啊，论到困的人，我毋爱恁毋知，免得恁忧闷，像遐个无愿望的人一样。咱是有愿望，咱亲人过往，咱是讲伫基督教内面无死即项代志，咱是讲伊已经安那困了。死是你得罪上帝，甲上帝关系若无，真歹势，迄真正就死啊。总是咱是困去，重点的是咱要伫倒位醒起来。咱是伫主的怀中醒起来，咱的亲人朋友，咱要将来是要互伊伫个遐醒起来，还是要伫个真烧真烧的火湖醒起来呢？只要咱知，咱是有愿望的，咱就无抵到绝望。伫主当行的生命的路内面，咱的主要陪伴咱行过黑暗、忧伤、失望的路，因为伊亲身主动来听咱心内。来，而且来安慰，咱看到这两个门徒，主亲身，而且这两个无，敢若头一遍伫圣经中间会使讲是无名的，甚至这个伊的朋友同伴无名伫在内面，但是主日日逐工为伊来提名来祈祷，就亲像今仔日的咱，上帝提名为咱祈祷，逐工来陪伴咱。上帝话要互咱对生命定心，阁有一个热情。因虽然咱有当时毋明白上帝的话，总是主互咱话，逐工咱去在遮会主的时阵读上帝的话，安尼咱就会当较无上帝，互咱伫个一个挫折、失望中间，咱会当阁有快乐。伫个经文讲，因虽因无明白圣经。总是嘛无互耶稣离开，强留因耶稣甲因来带。咱有邀请主甲咱来带无？伫即中间，主若是伫个咱的生命中间，伊要帮助咱看见国外带来咱生命的愿望，会甲咱心中即个大石头启示，互咱的心灵的目睭看见迄个愿望，看见一个世间的人看袂到的。毋是干那看今仔日的宝贝，咱看伫永生，主永远要一个祝福咱的，咱嘛会当看见主甲咱同行，咱则袂无明；主甲咱同行，咱也毋知伊是主，就是路人甲伊，甲即两个门徒共款。所以咱就每一工，咱来好好读上帝话，总是咱若是毋知上帝话，上帝应允要互咱有安那读圣经有启示的灵，要伫咱的中间。伊嘛帮助咱，互咱你伫咱中间要，互咱安那平安，因为即个经节上尾啦，咧讲耶稣亲自徛伫因中间，讲啥物？愿恁平安。后壁即5句咱换做愿平安，好无？愿咱平安来请愿咱平安好咱看。搁一遍，咱要来讨论，就是是安怎？是安怎伫当礼拜过活的时阵，不管是旧年人，还是今仔日的经文，也是遐个门徒伫个海上，拢认袂出来。耶稣即军队真贵，耶稣是安怎认袂出来？咱敢有感觉妖异？对伊较久除了拄则讲的无信心，看袂到，是安怎认不出来耶稣？复活的耶稣呢？耶稣怎么显现呢？显现几次呢？伫个咱的圣经内面，咱若分做3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耶稣基督，伊对出世，对道成肉身，甲咱共款诚做肉体，伫个咱中间替咱定十字架来赎咱的罪，道成肉身，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然后第3日过活。这就道成肉身，总是伊安那，伊
要就天，而且伊讲安那，伊安那就天就要安那安怎落来，而且落来是安那阳光的降临，就是主过来的时阵是亲像阳光，咱伫活伫主的阳光的五芒的内面，所以咱心内就会想，伫个主要过来之前，佫主已经这就天，这个中间未来以前，主是安那来显现，主安那来显现，就亲像咱中间有真侪人，亲人已经过往，已经身体拢烧了，请问咱伫天的，咱要安怎相见？相约在主里，要安怎相见？咱有新的荣耀的身躯，总是伫这中间，耶稣伫倒位？伊显现伫倒位啊？耶稣显现伫倒？伊亲像隐藏的人物，显现伫倒？咱三角来读这两段经文，请。因为我要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带；我烫捌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里，你来找我。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到至未世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阿们。咱的主耶稣，即马主还未搁活伫阳光降临的时阵，主耶稣有甲咱伫地无？阿们。伫倒位？至未世。伫遐腰，伫遐喙焦。无衫通穿的破病伫家的内面，这拢是耶稣。咱看见耶稣吗？这个隐藏的人物，虽然无名，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两个门徒，敢若一个有名，另外一个敢若写着伊是伊的同伴。兄弟姊妹，咱拢是关键的少数，咱拢是隐藏的人物，咱要去服侍耶稣，耶稣嘛伫咱身躯边。这个电影最近真有名，是真人真事，是美国1960年 NASA 或者咱台湾翻译做关键少数，总是嘛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伊号做啥物？隐藏人物。伫 NASA 真个代志内面，这三个非裔的女人，她头脑非常好，算小就搞的。以早伫个科学界无电脑的时阵，拢靠人算。因就是足好的数学家，总是有记因的名无？无，总是因有影响力无？有。但1960年到即马，甲伊的故事50年以后写出来讲，美国会当上一个太空去，阿波罗号会当上去，是因为有关键的人物，无记伫名，总是伊的影响力。伫个啥物人知？咱的主知。兄弟姊妹，后礼拜传道要就任社区牧师，咱的主拢无师的。搁一个是啥人？博雄传道，伊嘛要做博雄牧师。无师，咱的主无师，伫倒位无师？伫迦南嘛无师。遐个人主要安那来反转因的生命，互因加较出来了后，得到信仰，互因的人生咸鱼翻身，因为因有主。伫咱的社区，当礼拜做真重大的决定，就是咱要做长照2.0。我真感动，就是咱的上面团契，拜五去佚佗，毋是干那去佚佗尔。传道一甲会长讲，咱需要这长照，咱需要上面的斗阵来做隐藏人物，需要20个以上。啊，去有人无？阿们，超过。所以兄弟姊妹，咱毋好想讲咱是少数隐藏的，主就是要爱用咱。咱敢好回应上帝，因为主甲咱斗阵，亲身来亲近伤心的人，伊要听咱的
一个苦楚，伊嘛要真做咱的帮助。搁较重要，伊是将圣经的奥秘甲咱解说。就亲像耶稣讲的啊，咱甲咱接受耶稣基督尔安尼，然后拢无读圣经，真正安尼真可笑。圣经内面讲有一个，耶稣讲有一个人去用鬼附身，家赶鬼了后，安那伊无主的话伫咧伊的内面，比正经搁较安那凄惨嘛，因为歹鬼安那，吼，7个搁较歹入来。所以兄弟姐妹，咱有需要食灵粮无？咱有需要了解上帝话无？有，咱就爱在家会主，逐工日日来读圣经。伫咧咱悲伤的时阵，咱知人真正袂当安慰，对无？啥物话会当安慰？上帝的话，这是灵粮。安那无食灵粮，安那会安那夭寿。有一个妇人人，这是我的朋友伫咧一个宠物店，伊甲我讲的。伊讲一个妇人人甲因先生关系足好，啊过身去。啊，足艰苦，心内足艰苦，因为因是两个翁仔某住斗阵，啊，一个过往去，剩一个，心内足艰苦。啊，伊即个好朋友讲啊，你以早你的先生甲我拢足好的朋友吼，啊，你一个人住安尼啦，你爱饲一只吼会讲话啦，啥物话饲了会讲话？哈？鹦鹉嘛吼，饲鹦鹉会讲话啦吼，啊，你买转来讲好啊好啊无，伊会讲话吼，会啦，摕转去。你先摕转去啊！讲哦啊，这遮贵，无要紧啦，后边再搁付安尼啦吼，摕转去了。一天，若真情拢无讲话啊吼。第二天，哎哟，真大害啊！吼，紧去找伊的朋友讲，啊是安那？这只鹦鹉拢袂讲话啦？你毋是讲会讲话？啊，我问伊会讲话呢？袂讲话哦。你敢有买笼子互伊住？有啊，啊无我搁啊你，我会讲笼子内面爱放啥？爱更行啦吼，上好是迄种八卦行安尼吼，安尼哦有差哦，有啊，较紧爬转去吼，转去啊有笼子阁有行啊，啊第三天有讲话无？无呢，啊是安那？阁转去老板，啊嘛有笼子，啊嘛有迄个八卦行吼，啊嘛无讲话呢，你有家问，你有家买迄落，互伊佚佗迄落木材迄，互伊徛遐无？啊无呢，无买。紧买一个互伊，搁买转去吼。第4天、第5天，老板还是无讲话呢。大害啊！啊无是安那？搁去找吼，找。啊无你这边吼爱家买一个迄个有音乐啦吼，放音乐互伊听，伊学啊，伊就唱歌啊吼，安尼吼，啊无要放音乐安尼吼，啊这边转去安那？搁安尼有讲话无？搁过转工来找老板，讲老板。毋免放音乐啦，我是安那有讲话无？无，敢若讲一句，讲啥物？就无搁讲啊。因为讲问讲，你朋友店拢无卖食的哦。阵仔就翘去啊。兄弟姊妹，咱将人带来甲教会，你无互伊灵粮，你无互伊食，你敢遐母遐有诶无诶？敢有效？兄弟姊妹，咱就爱有主话语，互伊食会饱。因为咱无法度随时帮助伊，主帮助伊啥？看圣经安那，看有，而且咱来邀请主入咱的心。因为主拍门，咱若开，互伊入来，咱就对咱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咱看文图，甲当时才认出，这是因对主耶稣。甲当时，咱来读即句敢好，请因在食的时，耶稣摕饼祝谢，就拍，互因讲：摕去，即个是我的身躯，还杯祝谢，互因讲：啉。耶稣甲因讲：即个是我的血，就是盟约的血，为着济人来流出的。你敢无感觉真奇怪？耶稣去因兜做客，甲尾仔做主人。咱去人兜做客，敢会做主人？掰饼，可见这两个门徒一个过程。本来路人甲是陌生的路人，然后伫旅程中成为他旅程的伴侣。
伊阁邀请耶稣甲因兜做贵宾，毋是安尼尔，是将伊的心伊内面求主来做伊生命中的主宰。安尼则心就通，好无？兄弟姊妹，咱毋通甲主当作路人甲，要捡起来用外等边啊，足可惜。嘛毋是干那旅程中人，嘛毋是干那咱兜宾客，找伊每礼拜来做礼拜安尼尔，真可惜。咱需要主成做咱生命中的主了后，搁较重要，咱就爱立刻起来，亲像即个门徒，即两个门徒立即起身，随起来倒转去耶路撒冷。因本来去以马忤，一听到主是知影主，马上起来，紧搁转去耶路撒冷。嘛就亲像保罗，伊互主拄着主了后，伊随讲啥物？主啊，我着怎样做啊？兄弟姊妹，咱若是主已经成做咱生命中的主，咱毋是干那讲哦，我着享受安尼尔，是爱起来讲主啊，我就爱安那做。有一对夫妇，因本来咧东部做老师，夫妇拢是老师，因伫超40年前辞掉做老师，去做传道里，特别是一个牧养东海大学来做大专的传道。因有4个囝，大汉的下久，所以政大研究所毕业了后，去回应上帝的听，去读神学院。伫神学院3年中间，差不多定咧叫有医，啥啦？伊下久，就叫救护车送来。头一个做牧师，第二个大学咧毕业的时阵，伊的姐姐独生囝做兵的时阵，去东海大学去找因佚佗。伊的第二个囝翘倒摆送伊的表哥去坐车的路，甲车相争，伊的第二个囝当场死。伊姐姐的囡仔还阁活着，敢若擦伤。伊甲主讲：主啊，好佳哉是我的囝失望，是我的囝无去，因为伊信主。我的姐夫也未信主，阁孤独囝、孤囝。伊第3个囝读政大新闻系，足优秀，阁帅，敢若咱庐山哥悬。所以电视台就预约他，栽培他为主播。然后政大他是这个直升，不是科技的，就是保送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伫咧伊硕1甲升硕2中间，伊就是定定咧讲话的时阵拢一直溢口水出来。去检查医生讲，伊就是安那，伊就是一个食道癌，爱开刀。足有名的医生病院，伊去开刀。本来讲话是溢水尔啦，敢若有喙烂总是开刀了后，啥物物件拢袂食，食落安那吐，食落吐，连啉水啉就吐，到无甲40公分，一直散。伊嘛无法度搁做主播，伊嘛无法度读册。兄弟姊妹，咱人生中有真济时阵，讲主啊，我军队里一世人军队里，总是原来拄着遮尔恶担当的代志。主啊，我要安那？这个时主就要甲恁伫地，甲咱伫地，嘛甲即对翁仔某伫地。主互因靠，因母仔囝同行，主嘛甲因同行，互因搁一遍有盼望。因为主透过真济方法，全世界医生 email 互伊讲，你爱安那食，你爱安那煮，慢慢练习。感谢主，即马伊已经完全好，而且因为伊摕到即种食谱，伫个东海大学遐开一间店，叫做点心奶奶，专门做真营养也阁好食的饼。兄弟姊妹，咱人生中有真济艰苦的代志，总是迄是要互咱翻转。因为主是翻转的主，伊要互咱倚靠，
咱一世人军队是无毋对的，就是即个，伊得到真济遍的金钟奖，因为伊尾啊，哇，出80几本册，头一本册就是甲胡一梦翻译李安的一个理性与感性，因为伊尾啊无法度咧外口做工课，上帝就互伊做翻译，伊毋捌出过国，毋捌去补习班补英文，总是伊有法度翻译。这是主，毋是主无这项，是主来帮助咱，来帮助伊，是主来帮助伊。伫口香读书会，毋单干那伫个电视台，伫个社区做真好的代志。我嘛要感谢伊，就是伫个10几年前，伊开始做口香读书会，伫伊个社区做儿童甲家庭的事工，做了真好。2年以后，真侪人信主，即马东龙教会大部分。只是拢是迄批信主了后，尾也真做结束。我得到安尼，我感觉社区真好，咱应该就爱做安尼的事工。我就来甲伊学，真奇妙。我伫树林场教会嘛，用绘本考上读书的方式，2年来90几，等于90几%信主，只有1个没有信。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会拄到真恶担当的代志，总是咱要安怎回应上帝。主要甲咱行，是行性命的路，咱毋是一个人行，是主要甲咱同齐行。咱要愿意彼此相体恤，分享上帝的听甲经历，咱毋免烦恼，因为主甲咱伫地。请咱三甲起立，咱要来唱一首歌，咱一生要来跟对主。起的日子，予阮得着智慧的心，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花十年，搁亲像困一时，愿一生看靠只有劳苦甲忧愁。已经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因你主爱充满我，予我一世人欢喜。我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我一生要跟对你，紧无你，甲你行起，我一生挂靠，只有劳苦甲忧愁，已经过去无留啥物。献上予你，我一生要跟对你，紧无你，甲你行起，我一生挂靠，只有劳苦甲忧愁，已经过去无留啥。在祈祷进前，团队要邀请咱
回应上帝听。主只是伫地，主永远伫地，要甲咱行天路。今日跟对主的人，虽然咱一生只有劳苦，总是主有主甲咱同行，将你家己的困难，这个时交代伫主的手中，主要拼做咱的帮助。甲阮同行的主，阮感谢你。你亲身主动行我阮的身边。虽然阮有时毋捌你，阮毋知主你一直拢伫地。阮甚至误会主你，讲主你拢会拢袂插阮，主你哪会拢袂出声，主你哪会拢袂来。主总是主，阮担在，是阮信了伤过慢，阮信了伤过无信。主恳求你帮助解化阮的心地，互阮透过主你的应允，祝福阮更较认捌你，阮就愈来愈有信心。主你应允，你要甲阮伫地，你甲阮同在。主到如今，主你拢要来帮助阮。主，阮感谢你，因为主你是丰盛的主，主你的应允每一句拢会应验。主，阮感谢阿罗你，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上帝，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盾牌，你是阮伫达达路的保护。感谢你差派天使，伫阮一切所行所讲的四围来保护着阮。啊，感谢你赏赐，就是圣囝来到这个世间，替咱受死，搁伫3日后来救我，互阮对阮性命充满着盼望。感谢你，求主你用你的刀来指示阮，用你的路来引带阮，
愿一生要来跟对你，愿一生要。